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丽。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台湾人去马来西亚食麦当劳。马来西亚的人来到台湾食麦当劳。烦恼球球一堆啦！烦恼球球伫倒位？太无烦恼球球啊！老公，你敢有看到坐伫迄边迄个人，还是安怎迄？自从3年前我指出伊嫁予你了，伊逐工拢啉酒啉无停的，啉甲紧的。毋过我想无呢，伊才有需要庆祝遐尼久。今仔日是咧创啥啊？才会遮闹热？跟林志玲咧结婚啊？是嫁予啥啊？嫁予阿 Kira 啊？哈？阿 Kira？我早就爱想的，看啥孤单的人影唱出来的声。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，为什么你命？气得伊大声，愈大是心愈痛。命运会伊大声。到这结束，恁家己先分享出去，顺续定来看。留着 Camber 明仔暗时6点准时跑背影去，刷。